好，来继续来看咱台湾这边，今仔日正月初六开工是防疫总动员，有不少的公司行号取消新春团拜，要求员工都爱挂喙罨来办公。更加有公司伫办公的区域转套酒精消毒，嘛要求员工爱挂喙罨来上班。劳动部嘛来公告，这个头家人若禁止劳工挂喙罨，将会依法来开罚。开工国无用，国疫情，未少企业是心惊胆吓，出动防疫三宝，就来免费提供喙罨，强制挂喙罨上班，还有酒精的消毒，随时量体温。非常多的主管可能都提早上班，也希望可以安抚同仁，表示说我们在防疫的这个部分呢，公司其实是有很落实的。为了安员工的心，企业是火力全开，未少公司行号取消新春团拜，也是例行早起的会议，减少传染的风险。维持开工习俗的嘛是拢挂喙罨。另外，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人有够济，袂使马虎。大家拢惊会到，差不多拢有挂喙罨。台北捷运鸟空缆车顶为20时开始，都要求第一线人员来挂喙罨。你去接触较济，像电梯啦、手扶梯、门等等的设备，应该是8点钟就消毒一摆，保护大家的一个健康，这样子会上班更安心。劳动部嘛提醒头家要注意劳工的身体健康，而且袂使禁止员工挂喙罨上班，要若无会使依法罚3万到30万。全台湾交警党袂使让这个疫情继续拖延。